自从2026年2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恁捌伫埃及做人奴隶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24章第10到22节。《申命记》第24章。若有人娶某了后，知某有见孝事，无爱伊，就通写离婚书，互伊叫伊离开。伊离开迄个家了后，通嫁别人。若是伊后来的丈夫无爱伊，搁写离婚书互伊，甲伊离开，也是迄个丈夫死去，迄个以前甲伊离开的丈夫袂用得伫伊受拍拉衫了后，叫伊转来，搁娶伊做某，因为这是上主厌恶的。毋通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犯罪。拄娶某的人毋通去交战，嘛毋通互伊担任公务，着互伊伫家内经营1年，互伊的某欢喜快乐。毋通摕别人的石帽，也是石帽的顶墩做抵押，因为这就是摕人的性命做抵押。若发现有人劫以色列中一个同胞，甲伊当作奴隶对待，也是甲伊卖去，迄个劫人的人着服死。安尼就对恁中间拄起迄个邪恶的事，对嘛方便，恁着特别细致，利未人做祭司的所教示恁，就是我所命令恁的，着切实遵行。着会记得恁早前出埃及的时，上主恁的上帝伫路年安怎对待米利安。恁无论有啥物物件借厝边，毋通入去因兜摕物件抵押，着徛伫外面，听候甲恁借的人摕抵押的物件出来互恁。迄个人若散赤，恁毋通摕伊的外衫做抵押投过暝。日落的时，一定着将迄个抵押的物件行医，互伊通用伊的外衫盖得困。伊会甲恁祝福，上主恁的上帝嘛会看即项事做恁的好德行。困苦散赤的工人，无论是恁的同胞，也是住伫恁城内的外族人，恁毋通甲因欺负。因的工钱日落以前，着互因，因为因散赤，靠迄个钱得度活，才免因为恁的所做甲上主斗，恁就有罪。毋通因为囝儿的所做甲老爸处死，嘛毋通因为老爸的所做甲囝儿处死。逐个人着因为家己的罪死。恁审判毋通冤枉外族人甲孤儿，嘛毋通摕寡妇的外衫做抵押。着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做奴才，上主恁的上帝有甲恁对遐救出来，所以我命令恁着安尼做。恁伫行年受五谷，若有一捆未记得，还放伫园里，毋通活转去摕，着留互外族人甲孤儿寡妇。安尼，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所做一切的事赐福恁。恁拍恁的橄榄树了后，毋通搁顺遐个树枝，着留互外族人甲孤儿寡妇。恁挽葡萄了后，剩的毋通搁挽，着留互外族人甲孤儿寡妇。着会记得恁
捌伫埃及做奴才，所以我命令恁着安尼做。恁捌伫埃及做人奴隶，着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做奴才。即句话差不多贯穿《申命记》，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一再的提醒。这段记忆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刻骨铭心的痛苦。伫埃及，因是社会的底层，是完全无助、无保障的群体。作为奴隶，因无权利，被看作是下贱的劳工，受迫从事苦役，性命被任意宰割。这种被奴役的经历，互因对无公义、受压迫和无依无靠的痛苦有上深切的体会。因知影受欺压的滋味，知影无人替家己讲话的绝望。上帝刻意互以色列人纪念这段不堪的历史，毋是爱因沉溺伫受害者心态，是爱强化因对上帝救赎的感恩。拄因为捌做奴隶的绝望，更加显出上帝大能的拯救是偌尔宝贵。以色列人得以脱离奴役，完全是上帝白白的恩典，毋是因本身的功劳。因为安尼，上帝用这深刻的痛苦经历，提醒以色列人爱对上款处点困境的人产生真实的同理心。这种同理心是行公义、好人民的内在动力。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忍受外求、孤儿和寡妇，因为上主，恁的上帝有甲恁救出来。人会当怜悯，是因为上帝主动的听，因着上帝看见人的苦情，听到人的哀声，主动伸手拯救人。这份救赎绝对是恩典，也是上帝的大能。这救赎恩典也赋予人新的能力，活出甲旧生命无同的样式，互人有气力行出上帝所喜悦的善。恁捌伫埃及做奴才，这实在是不堪回首的过去。但是上帝的解救却真做恩典的起点，也真做捌受苦过的人对别人怜悯同理的根基。咱也捌是罪的奴隶，踮罪恶的权势下面，无自由，无盼望，直到基督的宝血救赎咱，甲咱对罪恶的黑暗中释放出来。咱也捌是无助的罪人，无所依靠。拄因为咱经历耶稣基督莫大的救赎恩典，咱更加应当将这份的疼和怜悯活出来。咱无搁再为家己活，是为疼咱的基督活，搁透过伊的疼去疼身躯边的人。当咱看见社会的无公义、边缘人的贫困无助的时，咱无应该无动于衷，因为咱也捌是迄款的人。咱的信仰无应该只停留在个人的敬虔，更加爱延伸到群体的实践。这拄好显明，上帝恩典伫我做奴隶的日子已经互我滋润我心感谢。默想，经过受罪辖制的奴隶日子，今仔日的我生出甚物款的果实？经过受罪辖制的奴隶日子，今仔日的我生出甚物款的果实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感谢你，
过去的我虽然不堪，但是因着你的恩典，今仔日得以显出光彩。主啊，若我今仔日还有能力，还愿意互别人，我知影一定是你当奇妙的工感动我，是你用慷慨的疼充满我。若我还有继续向前行的勇气，我知影一定是你伫我身躯边为我加油。我虽然行过最路窄的痛苦之路，但是我知影你有备恩典，感谢你遮尔疼我，奉主耶稣的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